黃斑病變嚴重可以致盲，但由於初期可以完全冇病徵，好多人都掉以輕心。基層醫療點樣加強篩查高風險人士同進行公眾教育，令更多人未病先訪？暑假就嚟到，唔少家長會帶仔女北上玩樂。廣東省今年初錄得最少2000幾宗猩紅熱感染個案，呢個病係由甲類鏈球菌引致嘅細菌感染，多數發生喺小朋友身上。省疾控局話，目前猩紅熱嘅情況呈波動態勢，帶年幼仔女北上嘅時候有啲乜嘢要注意？一筆一畫，每幅畫作都係龍哥嘅心血結晶。佢創作嘅時候全神貫注，不過要用小工具嚟輔助。我又想畫仔細啲，咁近呢都睇唔到啦，咁啊唯有有一個助手就係放大鏡咯。68歲嘅龍哥退休之前從事平面設計工作，之所以要用放大鏡嚟睇嘢，全因為佢20幾年前發現患上黃斑病變。目前睇嘢靠晒左眼剩低唔夠1成嘅視力，而佢嘅右眼幾乎完全失明。其實冇先兆嘅，因為你有2隻眼啊嘛，另外一隻眼咧會補償翻嗰個影像嘅。咁啊，因為啱啱嗰時候我用相機睇咧，就睇唔到，所以發現到隻眼有事咯。醫生咧就同我做咗個 OCT， 就見到個眼底裏邊出血，所以咧就知道係你眼底出血喎，黃斑喎。以前我好中意玩一個篆刻嘅挑圖章嘅，我依家都唔俾自己去玩啦，因為太用神。龍哥眼睛嘅黃斑區試過突然出血，要打針嚟控制病情。呢幾十年呢，其實都係陀住個計時炸彈。你會見到隻眼突然間有笪黑色，黑色之餘呢，有條紅色邊捆住嗰個黑色嘅喎。咁呢個呢，正就係出血個象徵啦。嗰次一見到呢個情形呢，就會即刻去睇醫生，即刻睇急症。黃斑區位於視網膜嘅中央，係感光神經細胞最密集嘅地方，亦都係感受顏色嘅地方。當年紀大、黃斑退化、吸煙、長時間接觸猛烈陽光、有心血管疾病、有高血壓同膽固醇、有糖尿病，甚至家族遺傳，都會增加患上老年黃斑病變嘅風險。患者早期可以冇病徵，但當病情惡化，視力就會出現問題。病人會開始覺得睇嘢會有扭曲。扭曲嘅意思咧，一啲係本身應該係垂直啊或者打橫嘅影像咧，就會變咗好似波浪紋咁樣。再嚴重啲係甚至乎可以影響中央嘅視力嘅。咁病人可能會覺得睇嘢開始變得模糊啦。咁所以咧有陣時病人都會同我哋講話，佢覺得中間係有個空。嘅意思即係咧，其實佢周邊係睇得到嘅，但係中間有一個特定嘅位置係睇唔到。老年黃斑病變又分為乾性同濕性2種，以乾性較為常見，大約90%患者都係呢一個組別。眼科醫生司徒家浩話，大約10%至15%嘅乾性黃斑病變患者喺5年內會變成濕性黃斑病變，視力有機會急速惡化，甚至致盲。濕性嘅黃斑點病變嘅意思咧，係講緊因為我哋脈絡膜有啲唔正常嘅血管生咗出嚟，而呢啲唔正常嘅血管咧，可以引致黃斑點水腫、滲漏同埋出血嘅。濕性老人黃斑點病變咧，
咁病人個視力下降都係會比較急劇嘅，即係講緊可能係幾個星期內，甚至乎幾日、幾小時內咧，會突然間覺得視力下降得好快嘅。最嚴重嘅情況之下咧，老人黃斑點病變絕對係一個可以致盲、引致失明嘅疾病嚟嘅，係視力受到不可逆轉嘅損害啦。咁而可能視力係得返淨係勉強數到手指啊，勉強見到影像嘅地步嘅啫。有研究指出，本港有80%半人關注眼睛健康，但只有大約30%人會每年檢查眼睛。為咗揾出潛在社區嘅早期黃斑病變患者，呢一日地區舉辦篩查活動同講座，幫助已經報名嘅市民即場驗眼。呢一日嚟做眼睛檢查嘅有佢係發嫂，今年73歲。咁啊，而家眨咗兩下眼，咁跟住望定個啦，話望定，係啦。好啦，可以眨眼啦喎。好嗱，以前多啲睇下戲啊，但係咧而家睇咧就隻眼咧好攰啦，同埋有陣時會流下眼水嘅。睇報紙咧，以前就睇得耐啲，而家就比較蒙啲，同埋隻眼攰啲嘅。望遠嘢啲字咧真係唔係咁清嘅，咁已經換咗眼鏡㗎啦。咁我都要經常要去 check 嘅。之所以會關注自己嘅眼睛健康，全因為佢見到人版。因為我先生又有事啦，咁佢去聽講座啊，或者去 check 嗰時，我都跟埋過去啦。咁我知道自己事啦，我本身有糖尿，如果佢有老年黃斑，咪早啲知早啲醫咯。我覺得呢樣嘢咧係要面對咯，唔好逃避。小心啊，小心！呢位就係發嫂嘅丈夫發哥。爬咗一個兜兜毒。佢今年78歲，大約30年前確診青斑病變，而家只係得返1成視力。呢一日都嚟驗眼。因為佢有變化嘅時候會點咧，真係唔知道㗎。真係要去睇醫生，靠醫生咧佢嘅幫助咧，你了解多啲，然後咧生活上你先容易啲配合得到啊。嘅中心嘅口度咧，其實都係屬於正常。即係好過咧，估下咁樣咧，出現危機嘅時候咧，就好可能去一個挽救唔到嘅嗰個地步㗎啦。即場驗眼發現有異常嘅市民，會獲轉介跟進治療。一啲即係病情嘅變化，咁我哋譬如話唔能夠及時去做治療咧，個視力咧就未必有機會保持得咁好嘅狀態。所謂未病先防，要預防疾病，就要先提高對疾病嘅認識。我都刨好多眼科相關嘅書籍，但係而家就睇唔到書啦，咁啊變咗咧就只可以喺啲講座啊，或者啲病友之間係吸取下一啲知識咯。正如個醫生話齋，希望到黑埋眼嗰下都仲睇到啲，咁啊算係成功㗎啦。目前有關黃斑病變嘅篩查同教育活動都係屬於短期性質。雖然而家我哋冇一個系統性嘅社區篩查計劃，咁但係喺唔同嘅地區社區咧，其實都有啲先導嘅計劃咧，係幫啲老人家做一啲眼底嘅檢查或者視力嘅檢查，係可以幫一般嘅市民咧去篩查有冇患上黃斑點病變或者其他眼疾嘅。咁如果遇到呢啲機會嘅話咧，咁我都呼籲市民係可以好好利用呢啲地區嘅資源去幫自己做一啲眼科嘅檢查同篩查。眼科醫生建議公眾可以定期自行做初步視力測試。咁呢個就係我哋叫做阿姆斯立方格或者俗稱格仔紙。咁我哋平時咧就會教育我哋嘅病人咧，可以定期咧用呢個格仔紙咧，大概一隻手臂左右嘅距離咧，咁遮住一隻眼嚇。咁我哋會教佢哋望住呢個格仔紙中間圓圈呢個位。因為我哋黃斑點係負責中央嘅視力嘅，咁所以我哋要佢望住中間圓圈呢個位，先再去留意周邊嘅橫線同埋直線有冇扭曲嘅現象出現，同埋會唔會有啲格仔唔見咗、消失咗、睇唔到咁樣。喺呢啲情況之下咧，就要盡早揾眼科專科醫生去做診斷啦。早期黃斑病變喺醫學上暫時只能夠觀察病情同控制惡化速度。
如果惡化到濕性黃斑病變，主要都係注射抗血管內皮生長因子藥物，減低血管滲漏同出血。大部分呢啲藥物喺公營系統都屬於自費藥物。雖然暫時冇辦法可以根治或者逆轉佢帶嚟嘅退化，但係咧亦都有其他方法可以延緩佢嘅退化嘅，例如養成一個良好健康嘅生活習慣啦，包括戒煙啦，控制好血管嘅風險因素啦，例如控制好本身有嘅高血壓啊、高血糖啊或者高膽固醇呢啲嘅心血管疾病嘅風險因素啦。佢以為我切蘋果，其實我切緊橙。睇返龍哥嘅情況，視力受損已經成為事實。有啲事既然無法改變，就要學識接受。我想做一啲創作俾視障朋友一齊睇，咁變咗呢，我就以呢個立體為主，就係用珍珠奶茶飲管砌一啲字出嚟嘅，咁佢哋咪可以摸咯。跟住最近呢，我就寫咗一套字啦。嗰個字呢，就喺一個木板嗰度寫嘅，但係嗰啲字呢，就用呢啲石仔，甚至無一啲礦石、水晶嚟到砌咗一個字出嚟嘅，係易經嚟嘅。見龍在田，天下光明。其實呢，佢應該係叫文明嘅，我就改咗變咗光明，因為我好期望光明。眼盲心不盲，雖然雙眼睇唔清，佢都想企出嚟加強公眾對黃斑病變嘅關注同意識。有時係一定係睇醫生，仲要係分別必爭，唔好話可能會自己好嘅，呢個係隻眼出事咧，係絕對唔會自己好嘅。一路上，太太成為佢嘅專屬眼睛。